三代家，一個承載70載水果專業嘅家族品牌，精選馬來西亞榴蓮、西班牙波露蠶、柬埔寨邦果等環球頂級水果。品牌初心創立三代家，源於一個簡單信念：再忙碌嘅人生，都需要一個讓家人相聚嘅理由。而一份優質水果帶來嘅甜蜜，就係最好嘅契機。雙重優勢：一、源頭生產者四川自有果園培育彩虹奇異果，招財春建金全程品質把控，以培育自家孩子嘅標準種植。二、全球品味家足跡遍布日本稀有葡萄園，發掘南半球夢幻特色水果，每款水果都承載獨特故事、價值承諾。老字號合昌宜記攬70年信譽背書，三代累積嘅專業嚴選眼光，為每個家庭創造幸福記憶。精準客群注重健康品質嘅現代家庭，追求極致味覺嘅美食家，講究心意表達嘅送禮人士。市場見證最震撼嘅客戶分享，我成世唔食生果。今日為你哋嘅招財春建金破戒，點解可以甜到從個心湧出嚟？三代家用三代人嘅堅持，守護每個家庭嘅甜蜜時光。